我现在站在大湖的制高点，大湖的美景一览无遗。只是呢，眼下这一片美不胜收，景致再美我也带不回去。开始想着是不是应该要带一些电路来表达我的心意呢？那么就和我一块到大街上去寻宝吧，走。欢迎光临，来吃谁？请试试看呀，真有名的狗皮饼，可以吗？可以试吃。做的。试看。懂熊哎。系啊，试试看夹口面。懂熊，懂后色哎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狗皮饼呢，是用的皮猪肉。啊，皮猪肉。嘿，皮猪肉做成胎饼。系啊，还有加芒啊、麻的、油葱去做成的胎饼哦。难怪这么好吃哎。客家人都会吃这个吗？嘿。哦，那要多吃几口。好啊。懂后色。好吃。原来这个胎饼是以前客家人的结婚喜饼，里面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腌制过的足牛，加上许多配料做成了这样的胎饼，送给亲友分享结婚的喜悦。刚刚这个狗皮饼好好吃哦，不过我看到还有好多口味哦，这里还有哪些特色？介绍给我。有啊，肚脐饼。肚脐饼。这也可以试吃。做的啦。这个口味比较清淡哎。嘿，外酥内软，皮薄。为什么要叫肚脐饼？嘿，因为这个用的像肚脐，像肚脐，真的还蛮像的。我觉得这个口感好喜欢哦。浓厚色。那我就带这2个回去做伴手礼喽。做的啦。谢谢。安子 C。什么？总共几多钱？总共200钱。好。总30元，安子 C。安子 C。一个人的旅行接近尾声，皮足牛做成胎饼，这扎实之余还让人口齿留香。冬季的大湖有葱尾、文浅、狗皮饼，这些都让我经验满满，也为这一次的客庄之旅画下完美句点。